喂，你好，吴小姐。哎，你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事情没有办成功，你把我的时间白白的浪费掉了，你知道吧？怎么没有办成功？因为瑞典的探亲房有邀请函，它有一个统一的表格的，我这个亲戚打印出来的邀请函根本不能用。那你也没有跟我讲。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跟您对接上了，他说他负责您的事儿。也就是说，以后你就不管了这个事是吧？不是我不管，我权限已经让给他了。再让5点多钟出来，但现在11点3刻着，原来像办孩子签证，哈哈，就吃脱一顿。少年晓得，叶子半日熟，来人啊分搞脱了。别去看来人哦，吃脱有面吧？侬哪能会得到搿搭来吃饭的啦？是吧？哎呦，老巧呀，碰到帅哥了。上海排骨面。啊，你是小刘呀？对个，怪不得搿哪里上海人到苏州来吃面，那吃到这个面我晓得的。还是苏州好吃。好吃好吃，好吃。排骨比面好吃，连上海人啊承认苏州面还吃。哎，我承认啊。侬承认伐？承认，我承认。承认伐？承认伐？苏州面好吃。面汤嘛，红汤面没有重庆，青豆也没。那老刘不来开饭。哎，阿拉老刘侬也认得噶？那视频里向我看到的呀。哎呦，那个是粉丝吃个双档，我要吃鱼，侬对个嘛？三碗，起码3碗，哎，我胃不好受。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哎，侬哪能侪晓得个啦？我真的看到视频了，我吃多了。哦，这个，哎呀，我大家那伤心在盖，哎呦，哦，侬是今朝为了吃自助餐，所以中饭吃得老少，平常肯定勿吃个啦，啊，怪不得。哎，侬当我一样的呀，我吃自助餐之前，侬晓得伐？3年天勿吃饭，3年天勿吃饭，吃屎，跟侬晓得说啊。上海面吃还出来着，千真30分办成功。特别到了海埃个地方，竟然为上海粉丝赢得来了，显得我大脚踏车。哎，这个心情，顿时就像天空当中的云一样，掀开来自一列风。现在辰光还在，让我到传说当中的美业里去看一看。山海关路、新昌路看单子。根据档案，我要寻个美业里睡了回乡里向，现在里向连人差带落达去的。看来我搭搿2位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亲眷之一，有可能暗水里首次擦肩而过。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南国界东红海，出啥辰光应该辣海54年到58年之间，如果能够寻上里到，我才讲拨侬听，我搭里到到底是啥个关系？如果寻勿着，谁让埃段时代的特产，搭美业里一样，永远闪失脱了单个回乡理想。问着埃个当年的，我3个月穿越带子3辰光的山海关路。马路两旁边，一排连起个酸菜摊头，埃个地方一转弯，就是二海河里个后龙塘。从龙塘口走出来，沿着新昌路，穿过北京路，就是南京路。今朝我甚至同意个足迹，一路向南，眼睛一眨，南京路到站。想想曾经海河里，真的是上海个黄金地段。3辰光去还嫌比没吹水活动，真的是生辣福中福之福。自从我得了朋友圈里发出双娘头这个图片以后，随上海粉丝讲着。哎呀，阿拉上海也有个呀，沈大成个老好吃个呀！今朝我才莫名神奇，沈大成单子，哎哟，哪个门面死也得啦！呀，双娘头子10块洋钿抽脱，上海粉丝强力推荐。当我中浪吃个面，圆着一瓶，吃子埃个么子我总算晓得，为啥带里有搿场点上海人吃子黄天牛个干讲，哦，还吃，世界上哪有搿样还吃个干？为啥带里落街店门口头有搿场点上海人排队冒浆啊？埃个就是答案，上海食品商店单子。一道熟焖猪肉菜，10大2类，奶油河梅88块钱一斤是吧？30块洋钿抽脱，走去吃吃看，搭苏州32块洋钿一斤的，到底有啥个区别？